另外，这方面要来关心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下再来到立法院，针对到武汉肺炎特别预算案来报告，嘛来备询。针对到相关议题，嘛有上新的回应，像讲敢要来清查违法的劳工。苏院长认为讲，即马上界重要就是爱防疫，也有一寡地方的省长破病人无爽快，嘛去上班。院长伊嘛呼吁这些省长，假使若是身体有状况，一定爱健康放伫第一。咱做伙来听院长上新的讲法。我很感谢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同仁，大家发挥创意，对于政府需要让民众了解的各项作为，或者要让民众知道的信息，都透过有趣的画面图卡，让民众第一时间了解，让政策发挥最快速、最有效的效果。我很鼓励，也看到很多部会有很多年轻的同仁、有创意的工作者都做很好的表现。我们应该鼓励，其实在台湾各处各行各业也都有这样的情况，都应该多多鼓励。院长想问一下，健保的财务压力很大，那就说明年如果就是继续收支短促的话，可能会面临要调涨保费的压力，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？那因为现在也有很多有要修法的这个声浪，会尽快来执行。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划，我也还没接到这样子的报告。而健保最好。那也让世界都很夸赞，我们健保不能让它倒，因此怎么样子有效运作，怎么样子合理收费，都是随时都会做各方面的评估跟做各方面的运作，一定要让健保继续存在。院长请教，因为现在有民调立委喊说要修健保相关法律，但是长期在中国的艺人刘乐言，他就说这个是烂招，还叫民进党高官要求快修。你讲的那是谁？刘乐言，就是他是比较亲中色彩的女艺。我不晓得谁讲了什么，但是我们对于立法院，要怎么样修法的运作，我们都尊重。院长，抵用券预计好像要发200元，可是好像要住国旅才能使用，有些民众认为好像无法这个刺激到消费。我们这一次很感谢立法院快速通过特别条例，也今天就要向立法院报告特别预算。对于相关执法，一定会在2个礼拜内，做出来。对于特别的预算，怎么样执行才能让各行各业雨露均沾，并且立竿见影有效？我们会从各方面来考量，都以最有效的运作方式。这个各部会都会从这方面依这个原则来运作。院长，请教一下，现在针对非法移工看护这一块，有没有要来做清查？那因为目前劳动部这边，应该说卫福部长陈时中这边，他是说劳动部不归他管，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一起来做这一个指令这样。我们很感谢很多外籍的移工看护，为台湾的经济和家庭的照顾做出很多的贡献。那有些极少部分，因为过去的作业上是怎么样变成非法，我们总是不容许有非法。但是目前万事莫如防疫急，现在并没有说要来针对非法的劳工、移工或者看护来进行怎么样来立刻来做怎么样的动作，但我们还是对于相关的外籍人士，包括劳工、看护等的健康，我们还是都会一体、公平、周到的照顾，并且也希望我们相关的这一方面，雇主也好，我们的劳工朋友也好，也要注意自己防疫，并且我们也谢谢这一方面的做法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以防疫为优先，对于非法，当然我们不会让它存在，但不是目前马上要做。我们是会从各方面以最有效的方法才来做。院长，你怎么看地方首长感冒了，是不是应该就要请假，甚至还来上班？地方首长就是地方防疫的第一线，指挥的工作负担很重。如果身体有状况，一定要以保身体健康为重。那我们也希望各个首长都能注意身体健康。如果真的有状况，要好好休息保重。谢谢。